經常睇比賽嘅你，有冇見過呢種發球呢？ 1,000 stand at the moment. Well, we know. 喺近年嚟，呢種別具特色嘅發球開始喺羽毛球比賽中興起，成為唔少頂尖選手嘅得分手段。不過，呢種策略好快引起熱議，惹嚟眾多選手同埋球迷嘅猛烈抨擊，紛紛要求世界羽聯禁止呢種發球。係咁，呢種發球嘅爭議焦點究竟係啲咩呢？佢又點解可以喺羽毛球界大行其道呢？Oh, what a serve! 發球係羽毛球比賽中相當重要嘅一環。為咗規範發球嘅動作，世界羽聯制定咗國際羽毛球守則嘅第9條發球規則。規則嘅9.1.1 條例列明，一旦發球方同埋接發球方準備好進行發球，任何一方都不得對發球嘅執行造成不當延遲。留意不當延遲呢幾個字，呢個將會係呢條影片深入探討嘅重點。簡單嚟講，發球分為準備發球同埋開始發球兩個階段。當發球方嘅拍頭開始向前揮動之後，發球動作必須保持連貫，唔容許有明顯嘅中斷或者故意停頓。但對於發球前嘅準備動作，咩情況底下會被視為不當延遲？世界羽聯嘅守則一直冇清晰明確嘅指引，特別係準備動作嘅時間限制。喺2019年世錦賽上，韓國隊嘅崔淑圭同埋徐成宰爆冷擊敗當時世界第一嘅小黃人組合。不過，韓國隊喺呢場比賽嘅發球策略成為爭議焦點。嚟睇下以下呢幾個發球。He's holding it. And that's the flick serve. 真係名副其實嘅便秘式發球。韓國選手崔淑圭喺準備發球之後，仍然有4到7秒嘅停頓。呢種長時間停頓嘅發球方式顯然係唔尋常㗎，而且拖延比賽嘅意圖頗為明顯。It's definitely borderline. Well, the umpire obviously does have the power to step in if he feels that he's taking too long. Yep. 但係作為執法者嘅裁判喺成場比賽並冇因為拖延而判過一次發球為例。除咗上述嘅長時間停頓，另一種喺發球前左右晃動身體嘅動作，更加惹來熱烈討論。好多選手喺發球時或多或少都會有啲搖晃動作，通常唔至於對對手造成影響。真正惹來非議嘅原因，在於喺發球時長時間停頓，加上大幅度咁左右晃動。呢種策略常見於雙打比賽，尤其係節奏最快嘅男雙，目的都係在於干預對手，破壞對手嘅接發節奏。其中印度選手奇拉格謝提可以算係呢種發球嘅代表人物，佢晃動嘅程度簡直可以用誇張嚟到形容，習慣性晃動2至3個來回。除咗謝提之外，唔少雙打球員都有唔同程度嘅毛病。而隨住呢種策略嘅普及，佢唔再只局限於雙打比賽，連我哋熟悉嘅奧運冠軍安賽龍喺近年都開始採用呢種發球方式，令到佢逐漸成為一種趨勢。單從實際效果嚟睇，呢種發球策略的確可以喺關鍵時刻發揮作用。成為球員喺處於比賽劣勢時候嘅反擊戰術。但係對於其他球員嚟講，面對呢種發球自然唔係啲咩好滋味啦。與此同時，網絡上亦都迅速引起球迷嘅熱議，唔少球員因此成為被抨擊嘅對象。好似喺2022年，喺奇拉格謝提幫助印度隊喺決賽中擊敗印尼隊，歷史性地贏得湯姆斯杯之後，佢嘅拖延戰術卻觸發印尼球迷嘅不滿。唔少人喺佢嘅社交媒體上留下負面評論，甚至給予佢一個外號。I have a name in Indonesia called King of Delay. I don't know why. Why do you call me King of Delay? What have I done?
Playing badminton is king of delay. 面對同樣嘅抨擊，安塞龍亦都有自己嘅見解。 People they have been losing their mind about my serve, and I'm like, I'm not breaking any rules. You know, if you look at my matches, I'm for sure not delaying the game. I'm not taking almost a minute between every rally. We're talking about 1 or 2 seconds. You can like it or not, but it's not like I'm breaking any rules. 正如影片所述，無論係長時間停頓，抑或左右晃動，裁判幾乎都好少針對呢種發球作出處罰。點解呢？可以話，由於世界羽聯對不當言辭嘅定義唔清晰，導致裁判喺判斷嘅時候欠缺一個清晰嘅指引，迫使裁判只能夠依賴主觀經驗嚟作出判斷。 He's such a tall 從 man. 實際情況嚟睇，面對呢種挑戰底線嘅行為，大多數裁判似乎為咗避免爭議，通常都會採取寧縱毋枉嘅態度。真正敢於執行嘅只屬極少數。呢種執法上嘅寬鬆同埋縱容，令到呢種發球策略逐漸普及。直到2024年嘅12月，世界羽聯針對不當言辭問題作出更新，重點列明準備發球嘅時候左右晃動均屬不當言辭，似乎給予裁判更大嘅權力同埋指引去執行。不過，發球規則嘅更新係咪真係有效呢？喺新措施實行接近半年，濫用發球策略嘅情況依然存在，甚至變本加厲。其中喺2025年嘅奧爾良公開賽決賽入邊，韓國選手祁東柱嘅發球唔單止左右晃動，更喺拍頭揮動之後仍然有2次推送嘅動作。 Oh, they're still complaining about Ki Dong-ju's serve. 儘管梁皇組合多次反映，但裁判始終無動於衷。球員同埋教練團隊濫用規則漏洞去創造比賽優勢，呢種行為唔值得鼓勵，但係責任唔應該全部歸咎喺佢哋身上。作為羽毛球運動嘅最高管理機構，世界羽聯明顯冇承擔起確保比賽公平性嘅責任，欠缺清晰嘅指引同埋對裁判嘅教育，而規則同埋執行應該相輔相成。如果裁判冇辦法嚴格執行指令，即使再點樣改進規則，最終亦都只會形同虛設。